公司都忙到你連思考空間都冇，仲學 prompt，完全冇意義。身為老闆，你時間咁貴，學嚟做咩？我見太多老闆日日俾人洗腦，唔學 AI 會被淘汰。結果呢，課程上咗10個，工具玩咗8個，但係利潤無聲，效率無變，生意仲係咁難做。問題唔係你唔學，問題係老闆根本唔應該學。你唔係欠技能，你係欠系統。你學10個 AI 工具都唔會令你嘅生意變好，因為工具提升嘅係個人效率，系統提升嘅係企業利潤。而且你學得嚟都唔會用，因為你冇時間，你唔係做執行嗰個，你係做決策嗰個。老闆應該學嘅從來都唔係工具，老闆真正要學嘅係你想點樣開源，點樣節流，點樣複製你團隊腦袋入面嘅經驗。AI 落地係企業級工程，唔係個人興趣班。我係 Terry，做過8000人製造業總經理、國際企業顧問，屙完 AI 3年踩晒你唔想踩嘅坑，最後發現老闆唯一要做嘅係講清楚目標與成果，執行交俾系統。我幫老闆做嘅係把你團隊腦袋裏面嘅經驗變成 AI 系統化流程，唔使你學 AI 都可以用 AI 賺錢。如果你都冇時間學 AI，但又想公司用 AI 幫你揾生意抬利潤， DM 我診斷，我話俾你知，你公司邊度可以最快落 AI， 唔使你親自學㗎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，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面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